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t 姐。最近去完重慶旅行，食咗呢個包核桃馬里奧。返到香港之後，懷念又想食，今日復刻咗呢個包，做咗兩種口味，一個有加提子，一個冇加提子。呢度有250克嘅粉，每一個100克，可以做到5個。首先我哋將 A 材料擺入攪拌盤，拌勻一下。跟住加入 B 材料嘅粉，打至有粗膜之後，加鹽同埋黃油，打至有手套模，攞出嚟分兩份，一份加入提子25克，提子切半，另外嗰半份呢，我就冇加提子嘅。收好麵團，原味嗰個亦都係一樣咁樣做，噴些少水，室溫一發40分鐘。醒發好嘅麵團大概有500克，分5份，每一份100克。拍扁，拍走空氣，切成長條形。咁加咗提子嗰個呢，有些少微微嘅酸，就好似仲開胃咁。室溫醒發30分鐘，發酵時間做杏仁糖霜。碗中加入蛋清、細砂糖，打發好，再倒入杏仁粉，混合均勻，放入擠袋，放入4度雪櫃。醒發咗之後，攞返第一個麵團出嚟，麵團拍平，排氣。乾開，翻轉麵團，核桃就預先預備好，可以有部分呢打碎啲，擺落個麵團裏邊，然後捲起佢。表面搽蛋漿，搽蛋漿呢香啲之外呢，方便佢黏上啲核桃。核桃大小最好小於花生粒，大於黃豆。可以用個手掌輕輕按壓一下，等佢食落個表皮嗰度。其他4個同樣做法，噴些少水，最後發酵至雙倍大。我呢個最後發酵大概用咗40分鐘。平均擠上杏仁糖霜。放入已經預熱嘅烤箱，上下火都係175度，大概烤25分鐘。每個烤箱嘅溫度都唔同，要自己睇下啦。呢個麵包可以唔落奶油餡嘅，但如果想落嘅話呢，就趁烘烤嘅時間準備啦。就係淡奶油再加少少糖粉。呢度奶油醬份量唔多，打起咗之後分一半放入擠袋，另一半加些少開心果醬，撈勻咗之後放入擠袋。咁就有2種嘅奶油醬味啦。等麵包冇咁熱嘅時候，喺側邊劏開佢，擠入奶油醬，外邊暖，中間又凍，口感好特別。加埋個面又脆又多核桃，好好食。有別於一般嘅麵包。中意呢個食譜嘅朋友，你都可以試下，唔難做嘅。不過睇落去嘅工序就可以多咗啲。喜歡我今日呢個分享嗎？我係 Kit 姐，下次再見。